希望你哋多啲大家交流啊。我想講啲嘢。請出嚟，你講。阿船長嚇，在座咁多位，我姓潘嘅，行船咧做船長好耐㗎啦。即係坦白講句，我喺中國出差就已經20年之前。我玩錢幣咧係90年、89年開始。我喺國內出差見到啲窮人喺地下擺地攤，我就揾到錢啦，我就幫啲窮人咧就返鄉下啦，我就同佢買晒嘢。經歷咗20年裏邊咧，個鐵箱裏邊咧已經滿晒㗎啦。每次翻屋企咧，我老婆嘈啦，佢哋帶咁多菌翻嚟，點樣清理啊？即係我3年前咧，我睇到有啲錢幣咧拍賣，咦，我都有㗎。但係咧，好似阿洪生講，要入盒，咁入盒咧。即係香港咧有幾間嘅，喺國際性咧 PCTS 啦、NGC 啦，如果我哋國家嘅咧公博啦等一樣，咁古錢幣咧佢入公博同埋乜嘢評評就係你嘅事喎。我自己咧就曾經喺10幾年前90、91年就出差北海，一個老人家咧就係我朋友嘅阿叔。佢話：我喺14歲儲古幣，一本咁厚嘅就賣俾我。咁我唔知，當年我又唔係好中意咩？我哋幫老人家買成本，佢話幾多錢，我會俾幾多錢咯。咁咧，我本嘢咧，即係我呢度講啦。我有啲後生仔咧見到我放 Facebook，就問我：你賣唔賣啊？我話賣唔賣就另一件事，睇下你愛唔愛好先。你愛好嘅讓俾你就得，平平啲樣嘢任你講個價錢。但係咧，我本裏邊咧有3粒，已經賺咗成本嘅錢嘅，即係我擁有嘅古幣咧，真假就唔好講啦。即係已經係我賣俾老人家嘅費用咧，就賺，即係已經3粒幣就已經嗰個年青人咧買咗，就佢出咁嘅價錢，就已經賺晒我一本所有古幣。我最近就真係年紀大啦，我清下佢啦，咁發覺嗰啲幣咧好舊嘅。但係咧，我公博咧，我有香港有澳門公博同香港公博嘛，我2間我都俾佢評過。但係咧，點解問題上咧，我拎我堆老人家嘅幣，我就唔知真假啦。我又卡啊，又重啊，又稱啊，又幾廿樣。咁我話：評一評100幾蚊，俾佢評咯。咁我發覺到10幾枚裏邊咧，就一半係真嘅，佢話真㗎，一半係假嘅。但係咧，我就質疑公博嗰個評級師啊，因為其中一個彎幣咧，即係揸上手㗎，輕飄飄係冇一個重力喺度嘅，佢夠膽死評我係仿，所以我後生仔我稱佢出嚟，我唔知仿唔仿，我拎呢個錢幣俾你講講。唔該，你揸手先。我點解佢話我假咧？因為咧嗰啲字啊，吸菌咗嗰字咧睇唔到啊。我用油咧就希望個字撈出嚟，個字就出咗啦。但係佢話我假嘅，所以我特登同佢質疑，佢都冇聲出。我話假如係假嘅，2000幾年嘅彎幣，你揸手，風時代嗰個重力已經輕㗎啦。咁咧，我發覺到咧，佢原來有啲字咧，譬如好似話齋我太平通寶啊，即係太平通寶啊、天國啊、正寶咩？我以前喺廣西出差咧，就喺當地收咗啲嘢。咁咧，我就唔夠膽講話真定假啦。嗰啲字係好靚，但係咧，我曾經評過一個，佢話假，咁我冇質疑假咪假咯，俾200蚊你咪賣佢真假咯，係咪？即係問題上我。仲有咧，我90、91年咧喺阿關威林師傅嗰陣時咧，灣仔嗰度嗰個檔，我買好多啲銀鋁啊，即係嗰啲3兩、5兩啊、10兩啊、50兩，我都係。但係問題上咧，我曾經拎一個去評，你個結果咩咧？收咗錢不但要話假，咁我唔理啦，我假咪照攞翻咯。即係我唔知嘅時代係
新房、舊房還是老房，即係清朝嘅時代都有講嘅啦，有假嘅啦。所以咧就，但係咧每一個幣裏邊咧係講咗歷史嘅價值，第一、第二興衰。我亦都有一個幣咧，當年孫中山咧炮轟一個國民黨嘅咩嘢個錢幣，17年銀嘅，即係紀念我個紀念章。咁咧，我不管點樣樣啦，我愛好當年喺地攤收嘅嘢咧，即係自己當收藏啦。得閒咧都去睇，同時最近咧，我接觸外邊嘅朋友，比利時有一個教授，佢中意收羅馬幣。咁羅馬幣咧，我又2-3年前咧，我又貪得意就買啲，咁咧又沉迷咗落去喎。即係錢幣有沉迷嘅，好又食煙好玩嘢都係。即係我愛好咧，就係、當年喺不倫港啦、拆屋啦，咁樣擺地攤啊賣嘅嘢啦，我都係賣嘅。即係嗰啲瓷器咧，即係當年佢拆屋嗰啲人咧，有張凳仔坐喺度，就擺好多瓷器屋，你係拆啦拎出嚟賣。我亦都買唔少，即係屋企咧就變咗一箱瓷又好，瓷器又好，乜嘢都有嘅。但係真假我就唔理。不過如果話即係大家講啦，好似話齋拍賣，你要將呢樣嘢要拍出去咧，就一定要平嘅。佢話唔平就唔得，唔賣到。咁我哋係收藏嘅話，不過我都唔係賣嘅，我咪自己收咯，釘個夾慢慢釘咯，或者一個盒裏面擠喺度咯。我哋今日講咧，我就係咁啦。我咧身裏邊咧都收唔少，但係依家我裏邊咧，即係仲有2箱。即係嗰啲銅元啊，銅好多，但係咧我都冇時間清理。依家年紀大啦，老啦，得閒會清下，越清咧就變咗冇乜時間，即係冇人跟啊。譬如你好似喺嗰啲舊幣咧，黑到不得了㗎，你即係字都睇唔到，你放鏡睇咧，一層一層爆漿，即係年代裏邊，但係未必真嘅喎。拎去咧，我坦白講一句説話，嗰啲評級師咧。我唔夠膽講咪100%，係嘛？但係咧有啲現在話啊，你俾我評啦，我有意嗰啲叫咩啊？嗰啲叫有個試驗到年份，即係定你嘅真假。好多依家嚟講，你蘇富比、佳士得拍賣嗰啲瓷器，佢話係真嘅，有冇證書啊？係咪國家有冇證書攤落嚟咧？證書冇，係咪？即係佢話啊！呢啲係咩前代咩前代？依家近代嚟講，啲科學咁昌明啊，有啲會碳試驗啊，或者咩嘢驗出即係個年代到唔到代。所以啊，今日咧就我自己，我同阿洪生咧識咗好多年㗎啦。因為我第一次認識阿洪生咧，就係阿教授佢擺錢幣，我就睇阿洪生嗰啲收藏品，佢收藏品都好多。好多各種各類有，但係有啲就好少又稀有，所以咧你哋應該要欣賞下嗰啲成百幾萬拍出嚟嘅嘢啊嘅裸幣。所以咧，洪生好欣賞佢，我睇過佢裸幣，不過我唔夠膽講話咩嘢，即係足重，即係每一個錢幣真假嘅重量，好似話齋啊7錢2分啊。3錢6分啊！佢有一個標準喺度。最近咧就係、我喺一個老人家喺香港係91年一個老人家咧係一本成本啊嘅銀幣，我買咗佢嗰陣時，我記得7萬蚊，91年嘅7萬蚊買咗嗰本銀幣，但係其中一個咧我平咗拍賣咧係10.1千幾，我已經賺晒所有嘅。嗱，我後邊咧，我拎一部分去睇啦，佢話唔得喎，都係騙人。其中一隻咧就係7錢2分，我個係稀有嘅，24年。呢個安徽24年，好少有嘅。但我一隻係舊㗎啦，可以評一次，唔得，佢話唔得，我咧。轉個手去一個拍賣公司叫佢評，佢又得。咁大家知道咩啦？係咪？所以咧，
點樣講話齋咧？嗰啲評級公司咧有啲都係想你評多幾次，揾多啲錢先俾你。所以因為點解咧？阿洪生就唔中意評嘅，佢中意我自己收藏，我想要評。即係咁樣講，你而家國家裏邊咧，譬如我好中意出差咧，就去博物館睇嘢。例如去南京，即係南京博物館去啦，我周圍出差咧。上海博物館啊，錢幣局一定要去睇。佢真係好多珍藏喺度，包括我香港有啲有錢嘅人捐出去嘅錢幣，嗰個俾你哋去睇。但係香港可惜冇，香港係冇呢個錢。好似民間嘅收藏咧，其實香港文化喺英國殖民地100幾年裏邊，有遺留落嚟有好多，即係話齋殖民地啊，或者國家以前啊逃亡巡環出嚟嗰啲嘅嘢喺度嘅。但係咧，我希望政府咧，唯一希望政府搞一個錢幣博物館俾人哋睇下，因為呢啲錢幣博物館唔係一個細地方，係好大嘅地方。我唔係要求到好似上海博物館、錢幣博物館咧，亦都冇咁多嘅即係嘅錢幣。所以咧，今日咧，阿洪生話搞呢個民間咧，我支持，我好支持。正所謂咧，佢啲錢收埋冇用啦，俾人哋睇下啦。我都係咁話，即係你，即係希望咧，有啲人啱嘅。佢話要拍賣，咪拍賣咯！呢件事好多我所接觸啊，譬如北京，即係有啲博物，即係話直情你唔使即係上網氹你有冇嘢，即係話啊，我同你拍賣，嗰拍賣都要使實件噶嘛，佢唔係相片得㗎啦，你交俾我啦，乜，哇！坊間好多嘢好似好 QK， 所以我今日講咧係咁多。即係我自己知嘅咧，就係話俾你聽嚇，多謝大家。